踮在台湾，咱身为一个台湾人，你讲台语本来就应该会晓讲的。不管你是讲真交讲，是你本身的母语，或者是讲你后来学的，啊，你会晓讲台语，就代表讲你对这个语言的重视啦。若是有闲的时阵吼，人家咧庄脚行行的，你敢捌去过偌内？你唔知影偌内对无？我互你了解过台湾真侪无共的所在啊。即届袂使讲是我选择公共电视台语台，是公共电视台语台选择我，这是我三生有幸啦。咱各位乡亲时代，2月15开始，逐礼拜六的暗时8点至10点，一定要收看咱公共电视台语台的来去领导西分书，千万爱收看哈！啊，若有闲，大家做伙来西分书。